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註冊中醫師余德賢啊。今日咧都係要同大家分享耳部按摩保健與診治。我哋今日嘅題目咧都係抑鬱焦慮症啊。23年前咧有個報刊報道咧，抑鬱症打擊亞洲社會嘅經濟。一個精神科非牟利嘅組織咧，就 ESEBOD 咧個咧就喺南韓嗰度咧有個研討會指出，抑鬱症問題咧對亞洲各國嘅社會經濟帶嚟好顯著嘅負面影響喎。我喺香港執業40幾年啦，睇過唔少抑鬱症、焦慮症引起嘅病。佢嘅併發症咧有嚴重嘅皮膚病、側頭骨、翻脱、婦科病、子宮肌瘤、乳腺增生、閉經啊、甲狀腺腫大等等。我希望大家喺遇到唔開心嘅時候、心理壓力大嘅時候咧，就按摩自己嘅耳仔，按摩自己嘅耳朵嘅耳朵，咁咧就可以舒緩緊張嘅情緒啊！完全你哋試下，有啲唔開心，有啲工作好攰，你就按摩耳仔。我經常對病人講，如果你想到有咩事情唔開心，發展到最壞，你都可以接受，咁就唔係問題啦。有位女士工作時間好長，壓力好大，有日話好焦慮、好失眠，經常頭痛、頭暈、胃痛，大便咧起立，同埋眼好近啊，好乾澀啊，好乾澀，好疲倦，感覺非常之辛苦，好煩躁。朋友帶嚟見我嘅，我檢查咧個患者咧屬於肝氣鬱堵啊，個瘀咗啦，咁氣血虛輸啦，所以咧我就俾佢咧就安心定神、健健脾和胃嘅治療。咁咧就喺耳尖放血就放少少啫，刺激一下，又喺耳針嗰度，喺由耳針就枕啦，腎啊、胃啊、脾啊等等。每次復診都係攞取3個月或者3個月嘅。咁呢啲要用耳針嘅時候咧，一定要醫生嘅嚴格消毒下先嚟落針嘅。另外就要針咗之後咧，另外隻耳咧就會貼藥丸，就喺翻屋企慢慢搓油啊，慢慢搓油去，慢慢搓去入落去。因為香港人生活比較忙碌啊，一個星期只能夠嚟1至2次，貼耳仔咧會持續治療3日左右，對疾病嘅持續治療咧有幫助啦，好嘅。咁我成最處佢同佢針8回咧，安眠咧、內關啊、足三里啊、三陰交、三陰交等等喎。咁以前嘅症狀好嘅，冇男士係需要個商人嚟嘅，佢喺外國專程嚟香港治病。佢自己講，憂鬱症、焦慮症、失眠、頭腦脹痛嘅，已經好多年啦。要食抗憂鬱藥啦，要食好多種先。最尾咧要飲埋咳藥水，個面色灰暗，耳仔我成個耳仔冇咩光澤，到耳皮咧就有少少腫，下頭嘅睇法。我咧就俾佢耳尖放血啦，同埋針個耳仔，針耳仔咧就一邊咧就同佢取腦點啦、枕啦、腎啦，每日咧取唔同嘅穴位，再加睇針。頭2日咧叫佢唔好咁快停藥，呢個食慣藥嘅人咧即刻停咧，會反而有唔好嘅效果。我你慢慢停，慢慢減藥，慢慢減。
冇幾耐咧，針咗幾日之後咧，佢唔使食藥都可以瞓覺喎。同時咧，佢冇抑鬱症、焦慮症嘅感覺啦。咁佢又再開一個療程，恐怖療法啦。但係第二個療程喺未做晒，佢接到電話要即刻翻去個國家去啦。因為患者咧係外國專程嚟醫嘅，嚟醫嘅，所以每日都有治療，所以佢個療效就係好快嘅。頭腦脹係對耳屏嘅腫嘅呢樣有啲腫脹嘅，有啲腫脹。個病理反應點？我內心就掛住呢個病人，佢翻到原嚟嘅工作環境咧，病情係咪穩定咧？一個月後咧，我接到佢打嚟嘅長途電話咧，話醫生啊，我翻屋企之後咧，唔使食咩藥，病重好咗啦！哇，我好開心，我當時真係好開心。更加開心啲係咧，幾年後咧，佢同佢太太嚟拜訪，仲送嚟一隻自己養嘅白切雞，都話退休啦，喺香港定居啦。嗰日咧係我食到最鮮味嘅白切雞晚餐，好開心，好多謝。好啦，另一個醫院，某一個患者工作好忙，精神壓力好大，失眠，需要食抗抑鬱藥、安眠藥，有急患有高血壓病史。近年咧就經常頭痛啊、頭暈啊、胃痛啊、大便稀爛啊、眼睛澀啊、好似好疲倦，非常辛苦，好煩躁。哇！我聽佢嘅一大堆病史，我聽到我心都痛。我檢查嘅時候咧，呢個女士呢個患者咧就係屬於脾胃虛弱虛寒嘅，嗰個間宮鬱氣鬱嘅症狀嚟嘅。咁我就同佢乳尖孔穴啦，針揉乳啦，扭點啦，肝啦、脾啊，睇緊。咁你睇針咧就百會啦、四神聰啦、安眠啦、內關啊、足三里、三溝、嗰個陰陵泉啦、心陰溝啦、太溪啦，仲有咧右耳咧就貼啲藥丸幫佢自己按一按啦。我俾佢咧就安心定神、健脾和胃上正就重要咗。10年後咧，佢再見到我咧，佢同我講：好在你當年醫好我病，唔係咧，我今次金融風暴，我好慘，係真係好慘。有位男士佢自己講，俾牙肉腫痛咧，折磨咗20年，瞓唔好，個腦脹，好疲倦，雙下肢咧好麻痹。你睇過牙醫啊、西中醫啊等等嘅，我睇患者個面色灰暗，灰暗暗，兩個下頰咧就好腫嘅，好腫噶。我通過診視咧，啲屬於呢個症狀屬於病邪入侵足陽明胃經，因為濕嗰啲痰濕內困啊，傷及佢個脾胃。久病咧就傷陰啦，咁導致咧虛火上行，牙肉就往往作痛方面。佢當年佢傷極到佢個肝同埋個腎，咁我哋話腎主骨，肝主筋，所以個面色就好灰暗。咁下肢咧就麻痹麻痹痛，主要又係耳針孔穴，就耳針咧耳尖孔穴之後咧就用呢針驗命格區，命格區喺呢度，命格區啊，同埋神啦、枕啦咁樣。咁柱體針咧就係百會啦、太陽啦，太陽喺呢度邊，中心理啦、印堂啦、下關啦、命格區、命格啊、命格嘅呢兩邊啦，合谷啦。陽陵泉啊，
足三里深交太溪啊，最主要咧就係大追放血，之後症狀好咗啦。記者寫咧，好難想象，俾牙肉痛同埋兩個核腫脹折騰咗20年，好可憐。好啦，多年前咧有位中年嘅女士，當時嚟講嘅時候咧，已經係講佢3年前嗰個卵巢手術之後咧，佢即刻感到好鬱鬱不安啊，鬱鬱不安啦。懷疑自己冇卵巢嘅時候咧，就冇內分泌啦，冇內分泌咧，就嗰啲親朋好友咧就七嘴八舌咁樣講，咁以後會變成冰星人啊咁樣。咁由於憂鬱啦、恐懼啊、失眠啊、頭暈啊，咁面色蒼白同埋好多皺紋，又想自殺喎。哎呀，又安排後事喎，又要叫丈夫去揾另一個女人啊，等等，成日啱住喊流淚啊、憂愁啊，精神處於崩潰嘅狀態，好慘。咁我仔細睇佢嘅耳仔，對耳屏咧，對耳屏呢度有少少腫之外咧，冇其他陽性反應點喎。我心諗係真係卵巢切除手術咧，我就勸呢個病人，呢個患者，你去揾聯繫嘅醫生，了解你當時嘅誠實手術嘅誠實情況。結果係卵巢冇完全切除，只係切除咗少少。啊！個患者解除咗心病，放下精神負擔啊！佢精神負擔好重啊，睇上邊。再配合耳仔體液治療，個病好咗啦，好開心啦！耳液產治對我嘅醫療工作確實起到好大嘅幫助。國醫大師講，中醫係人心人術。醫者咧唔單有人術，仲有人生。如果我冇仔細觀睇患者嘅耳果嗰陣，我對佢個卵巢手術有懷疑，叫佢到現做手術嘅卵巢手術嘅醫生了解真實嘅情況。呢位女士嘅病就好難好啦。另一個醫院有位女士嚟睇病。係會講，武小姐介紹佢嚟嘅。武小姐嘅丈夫講要醫好佢太太嘅失眠症，挽救咗佢哋嘅婚姻。佢太太患病嗰時候咧，脾好暈，常馬夫馬子，全家不得安寧。而家病好啦，家庭和睦和睦啊，身體健康啦。好似呢啲醫好病、家庭和睦嘅事件咧，喺我哋醫案中經常有嘅事。多年嚟嘅語言診治工作咧，對我嘅醫療工作起咗好大好大嘅幫助。下一節咧，我要感謝我嘅恩師同埋各語言專家語言診治嘅專家。我哋咧再睇中國針灸學會對語言診治工作者嘅關懷。香港成立語針學會，再講語言專母黃麗川，把語言產業帶到全世界。我哋以下一節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